是每日互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 是无相生的命，为着要互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 真是阮的兄。是啊，我今日甲叫一下。阿妈，你讲的是真实的吗？真实的啦，我哪有在骗你？你阿娘唔见。哎呀！走。 阿妈，我即摆吼，今仔甲阮阿妈讲，还甲爸爸讲，因会足欢喜的
我你跟你讲算。文庆，是毋是俺为离开厝的时阵，你甲伊讲出伊的心声？其实，在几个月前，我就已经找着囡，但是一直找无机会来甲伊谈。结果有一天，文庆啊，文庆你倒呀，文庆，文庆，阿妈，你是文庆？啊？我就是文庆。你才是文庆？是啦。哎呦，你几十啊年已经变到这么大汉啦，比阿妈较大汉。小长头我就袂认得你咯，你才是文庆，文庆，文庆，文庆啊，文庆啊，最近你有好？有啦，阿嬷是有好，啊，毋过真烦恼你的代志，你倒转来我真欢喜。遮济年无看，你一岁就无改变。当大汉啊嘛。刚，哎呀，来，咱来那边。阿姨啊，真多谢你，我内心哦，毋知要安甲你感激才好啦。这几年来吼，我为着要找因哦，找啊真辛苦，这嘛是爱感激你啦。哎，但讲这要创啥？咱是家己的人，咱就是今仔日恁老去做生意，最欢喜的日子呢，会安讲上喜入门啦。大表，即摆恁一家团圆啊，你一定足欢喜的哦。我是爱你恭喜。阿姨，你有欢喜无？有欢喜无？有哦，当然我欢喜呀。可拉的呀！啊，这啊，就讲问，啊，一家团圆，当然嘛欢喜。中去！阿吉哥啊，是头影你会做人真好，你安尼为着阮一家的人吼，世界伫咧奔波流浪，安尼受苦遮尔济，找着我的囝、我的孙转来我的身边，一家团圆。啊，若是无吼，阮一家伙也袂安怎浪家散体。我哦，一世人就无法度通记着我的囝、我的孙，你知影？我真感谢你，我真多谢你。好啦，虽然这啊，咱是家己的人，会当啊一家团圆，安尼就欢喜啊。来，哈，这是我哦上拿手的佛跳墙。啊，不跳球。对，恁是咧笑啥？你一个人笑啥？那就你好笑啦。帅啊，是安尼啦。你看这佛跳墙吼，有滴哦，我为着要找恁爸爸哦，去做餐厅，你知无？结果我到下晡的时阵吼，有一间餐厅哦，伊名菜就是佛跳墙，就是恁爸爸大过迄间啊。哎，头家哦，落趣味的，你知无？伊讲我是上歹人，好无你做杂王啦，你知无？我常听拢唔傻傻，后真侪笑话啊，所以就要看佛跳墙。春兰啦，迄是你听唔对啦。我以前咧做迄个头家吼，伊是福州人啦，啊讲话腔哦较重啦。对啊，嘛，咱就用菜。我笑一个好嘛，让我听。我这个爸，够趣味。我孙楠啊，你有看门票？有啊，那个无快啊。文中走去我看咧。我。来。
文庆，文庆啊！自从你改阿爸无同意你调课了后，你就全安尼连一个批，连一个消息甲阿爸讲都无，全安尼离开去。你知影阿爸偌艰苦无？啊！你离开了后，这个工作室，从始到人拢无人敢甲你动，嘛是拢免费，逐工甲你佚佗啊，甲你款内面，甲你整理甲好势好势，你知无？啊！阿爸嘛是讲，看你下一天，甲阿爸这个料理的技术会当继续发挥落。阿爸啥物物拢无爱讲啊啦。但是，阿爸你甲你讲话，你有咧听啊无啦？啊，你知影无？你一离开了后，咱这厝内底，你放恁阿嬷一人伫咧厝的，你心内是安怎想？阿爸要为着找你。一砖头行过一砖头，一年找过一年，啊！为着要找你，甲你两个小命，阿爸真偌济艰苦，你知无？啊！无要紧，你对调客有兴趣，好，你就甲好甲阿爸这调客学好。我啥话拢无爱讲啊，你家己慢慢去想啦。这料理并不是我的兴趣，你要来使怪我。无要紧，你对调客有兴趣，拜托的，你甲我学好，甲我学好，莫互阿爸你闹开，你有咧听无啦？啊！过去我也有遇到，但是我一定会拍拼，我一定会伫调客方面。会想办法出头，你相信？好，阿爸相信你。你安怎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甲调客学好。哦，阿爸料理的代志，我自然会去发落。啊，你也替阿爸出一口气，阿爸真艰苦，你知无？你也替阿爸出一口气。我一定会替你出一口气。拢无替你来照顾这个厝，我是请你原谅我。文庆啊，你起来，你起来啦！阿爸原谅你就好，哦。文庆，阿母，你若爱调客，就爱学会成功，唔通半途而废，做甲安尼哦，换上路的，知影无？爱有成功的一日。听妈的话，文庆，文庆啊，我一定会成功。好啦好啦，人大家在等咱食饭啊，恁今仔都遮顾安尼菜练去啊啦。对对，行啦，妈，文庆，咱来食饭啦。我吃北京烤鸭。北京烤鸭。啊！你唔系你生下几个骨头前，我就无爱。好啦，这北京烤鸭真好食呢。啊，啥物好食？我看都惊。你话换另外一人菜出来。免啦，伊人食我食。不过，叫花兄，哈，是安尼啦，唔是唔爱食啦。是为着吼，要找你啊！因走真济餐厅，一工才走差16间啦，啊！怎么逐顿讲拢食北京烤鸭，食到可能肚张甲到嘴咪里的，所以哦，伊即摆一看北京烤鸭哦，惊就惊死啊！一天吃16斤哦。嘿咯，你一天食16斤哦，不是普罗人办到哟，迄是我可能会怎办到呢？按鸟话，食16斤，食到尾哦，一斤大呢。健康后遗啊！迄我这个久啊嘛是共款，迄食16斤食到哦，规家一食敢若猪嘞啦！哎呀，我也是讲我这菜歹食咧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来，大家用好，来，你们来吃，继续吃。
是死啦，也毋是等你讲，毋是你状态啦，这哦，翕相啦，翕相啦。就是翕相。嘿啦，翕相哦，啊我带做安尼闪一个翕起来吼，即马后壁半啦，等下台湾的时候啊你一张，后壁半一张，啊一张光的吼，你就当看到后壁半，后壁半伫台湾哦，下起来就当看到红你啊啦。伊会当看到我，我会当看到伊哦。嘿啦嘿啦，来，进来，哎呦，哎，往这边来。来叫吧，我讲还是上家是无好咧，这叫挨饿啦。我这个姑啊，过来，叫我水的。我来。过，是不？团体，全家福，来。可能你到迄无水咧，蛮全对哦。但是无好，你对呢。我话你翕，你咧叫我？嘿啊，我拢翕恁，我拢无翕着，紧的啦。无，你敢免翕？哎呀，免啦。哎啦，紧的啦。哎呦，好啦，该翕啦。我该翕啦，我不要翕啊。我免带啦。对，你别甲别甲小姐讲的。哎，来，翕我势。哦，来，跳。是啦，翕我咧。过来拜托，唔安尼抢镜头无？像啦。阿明哥，大家好记得哦。阿玲，你哪有找到无？我你哪找无到？阿玲啊，维持斗阵来靠人面搭吼，咱好好再来讲者。我看嘛，我看你会散无？袂啦。啊，你嘛较散啊。拢啊，为着想你的关系。哎呦，你这边去大陆吼，我连总，你真是要去带伊大陆帮我最伤心的咯。袂啦，等我可能的哟，伊决定我就是这个，哪有可能哦？迄场大陆无啦，不可能啦。我知啦，你可是我最爱我，我实在去发现最感动啊！好啦呀，咱叫急啦，有话慢慢来讲啦。你上我一个物件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情深付出。